后来继续来到南投县，由这个水里的蛇妖甲蒋吉芳共同来举办的地方传统的祭典摇神祭。为这个正摇动开始的仪式，到这个活动所有的表演，拢结合着水里在地各社区的乡亲甲学童共同来参与，让这个摇神祭有传承有创新。伫水里蛇摇第3代和第4代传人的传领，会伫永兴川水会汤圆的会景进行软摇动等等一连串的活动仪式。今年特别选伫暗时来举办第2届的摇神祭活动，气氛嘛特别神秘和隆重。今年呢是特别办在夜间，因为水里蛇谣的夜间呢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夜晚哈。那它的气氛也非常的好，一般游客没有机会夜间到我们这个地方来。在我们南投哈，这样一个陶艺风气蓬勃发展的情况之下哈，那以蛇谣作为一个核心哈。会中的重头戏之一，就是蒋吉芳所打造设计的表演活动。除了歌声震撼人心以外，更加加入顶坎、上安等水里各社区的居民学生共同来应摇神，嘛讲出属于水里的在地故事。希望这个摇神祭呢，不是只有水里蛇谣在办，而是一个地区的盛事哈。活动当中，除了柏拉图的文化，摇神祭嘛结合在地元素，透过这个机会，甲水里人邀请做伙，共同来庆祝。